是认真的吗？田野或荒地，还有银河里。看把你给吓的，当然不是认真的啦。过年了嘛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反正窗外也那么无聊，对吧？那什么，你还值班吧？那我先撤了。我有事得先走了，饭盒我下次再来拿。拜拜。张瑞。啊。3点发完。新年快乐。不顺心，反正总算都是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咱们大家呢，开开心心的。哎，紧凑一块儿。老板，一碗牛筋面。哎，稍微等一会儿啊。